喺實戰派運營抖音小店嘅快速起店全流程入面，成個過程可以分為開店、選品、上架同維護4個主要階段。以下係開店階段嘅詳細分解，包括店鋪定位、開店流程、基礎設置、新店體驗分同新手期考試等關鍵步驟。首先，店鋪定位係新手最易忽視但又至關重要嘅一步。佢決定咗店鋪嘅目標顧客群體同埋可能獲得嘅收益。店鋪定位包括用戶畫像、產品風格、價格區間同貨源優勢等方面。重要嘅係，雖然店鋪可以經營多種品類，但目標人群必須明確。例如，如果定位嘅目標人群係16歲、25歲嘅年輕甜美風格女仔，咁只要符合呢種風格同人群需求嘅產品，無論係 T 恤、裙定係帽，都可以上架。人群定位越精準，流量轉化率就越高。新手常犯嘅錯誤係只關注品類而忽視人群定位，例如同時銷售面向中年人同少女嘅接觸點，咁樣做會導致人群唔精準，從而降低成交概率。開店後，第二件重要嘅事就係提升新店嘅體驗分，呢樣會直接影響店鋪流量同權重。跟住落嚟係選品階段，呢個係新手成日覺得迷茫嘅環節。最有效嘅方法係跟品，即係唔主動選品，而係跟隨市場趨勢，通過使用數據軟件，例如考古家搜索目標類目嘅關鍵詞，例如闊腿褲，設置商品卡嘅帶貨類型比例大過60%，並選擇最近7日嘅商品，從中挑選符合店鋪目標年齡段、客單價同風格嘅產品。應該關注商品曲線嘅起爆時間，選擇市場需求嘅爆款。新手階段建議每日選擇10到20個商品進行測試。上架階段有2種策略可以幫助銷售產品，一係跟品唔跟圖，即係喺搜款網、淘寶、拼多多等平台通過圖片搜索同款產品，使用唔同嘅圖片上架到店鋪，利用同款流量嘅熱度；二係跟相似品，即係揾到類似嘅低價產品上架，以截取爆款嘅流量。核心係利用商品卡流量驗證過嘅產品，裂變其流量，從而快速提升店鋪業績。喺運營階段，新手需要學會使用各種營銷工具，以提高轉化率同權重。跟住係店鋪維護環節，主要任務係優化體驗分、優化單品、整頓店鋪、檢查營銷活動，並保持每日上新嘅節奏。喺呢個過程中保留能夠出單嘅產品，下架唔能夠出單嘅產品，逐步培養選品能力同店鋪診斷能力。需要注意嘅係，每個人嘅天賦同思考方式唔同，唔應該盲目信奉網上理論，只有適合自己嘅店鋪運營方法先係最有效嘅。當店鋪有咗能夠穩定出單嘅鏈接，並且貨源可靠時，店鋪就算初步做起來咗。新手運營抖音小店時，唔應該期望快速盈利，喺冇足夠技術同能力嘅情況下，唔虧損就係收穫。以上就係新手起店嘅完整流程。如果視頻內容較多，唔易記住，請點讚並收藏以備後用。訂閱 Italy 外貿電商研究院，每日一個外貿小知識。鍾意我哋嘅話，點個 like 啦〜